那个弥勒佛像，还有母灯、活灯的正后方，还有4个字“万灵真在”。万灵真，真主的真，主宰的宰，万灵真在。20个字里面包括了4乘以5，包括了儒释道耶会5大宗教，明明上帝是基督教，万灵真在，好像是回教，然后至尊至圣是儒教，三界十方是佛教，中间正中央无量清虚是道教，包含如佛道业会。基督教的在最上方，其实没有上下左右之分，是字的排列顺序而已，都是平等的，要有平等尊重的这种修养。大学道明明德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亲有的变成心了。最左边中庸性理克己致中和，然后又再从右边第二行，祖传至道日照苍生什么？左边倒数第2行，师子玄机，实怀赤子心嘛。注意看到那台中硕士，你看道亲呢？你看道亲那个都是素食的呢。台中硕士在抖音的账户分享素食的，学一贯道呢，吃素了。你看吃素哦，分享了素食的，分享了素食料理，便当也是素食的。吃素防新冠肺炎，还帮助环保救地球。吃素哦，你看防新冠肺炎，也可以帮助环保救地球。那不与众生结恶缘，楞严经里最后有特别交代，不与众生结恶缘，都要吃素，一切众生肉都不可吃，不食众生肉，不食众生肉昨天不小心踩到瓜鸟，忏悔，踩到了，要说从朝云旦直至暮，一切众生宜回复，若于脚下手下水中上其性，愿汝即时生净土。嗡一滴利尼梭哈，嗡一滴利尼梭哈，嗡一滴利尼梭哈。也有说念往生咒呢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多多切多多地多。阿弥陀佛，比阿弥陀毗迦兰地，阿弥陀毗迦兰多，切弥尼切切诺智多迦利娑婆诃。如果要东西掉地上不想再吃了，可以布施给恶鬼道，要念唵嘛呢呗咪吽蛇，观世音菩萨6字大明咒唵嘛呢呗咪吽，再加一个蛇，施舍的舍，唵嘛呢呗咪吽舍。有的人很穷，没有办法施舍财物或者食物可以施舍，痰吐出来痰也可以马上念唵嘛呢呗咪吽舍，或者污秽的排泄物，擦干以后要念，丢入垃圾桶以后要念唵嘛呢呗咪吽舍。倒着漱口水啦，倒着洗碗水啦，倒着洗锅的水啦，都念唵嘛呢呗咪吽舍，帮助恶鬼道呢。